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修学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这句佛号你念6个字也可以，你念4个字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你大声念也可以，小声念也可以，快念也可以，慢念也可以。怎样念的才如法？不必问人，念的自己很欢喜，很快乐就如法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自自然然念到不被外面环境所转，功夫就成片了。心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念念都是佛号。还有在境界上有这个情形，确实我没有念佛，心里也没有念头，耳朵里听的有佛号，声音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不要害怕，这是正常现象，表示你的功夫得力了，你也不要欢喜，也不要傲慢，继续念下去。虽然有这个境界，如果你要是3天不念，就没有了，不会永远保持的。可是你要是常常念，这个境界会常常现前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念到妄念都不生了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不会起心动念，不会分别执着，那就的定，那就是一心不乱。念到见本性或无明，这是你一心不乱，就是禅宗照见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止观圆满的境界。各宗用的名词不相同，其实它的境界、方法的层次完全是一样的，这也正是印证了佛菩萨常说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都是事实。然后我们对于自己修行这个法门，以及别人修行的法门，不会受到影响，不会赞叹自己，诽谤别人，不会有这个见解，自自然然自己会谦虚，会尊重别人，这个就对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。金刚般若研习报告第16卷，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藏明9年2月3年1月6。请看《金刚经讲义节要》卷2经本第37页。4. 用功最要是做观，做观即是改变想法、看法，凡夫见思皆不离执着，即是错误。这一部经讲了这么多天，诸位同修若是没有缺席的话，大概这个意思都能够体会到，知道妄想执着之严重。我们不仅是现前受到伤害，无量劫来对我们伤害最大的、最严重的，无过于此。了解这一个事实真相，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如果说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要想真有一个成就，成就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。就以最现实的话来说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得到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就要把世尊的教诲认真的去思维，认真的去想一想，想通了，当然我们就会很认真的去奉行，去照做。世法、出世法这些名相都是假名，有没有这些事实？事实有的，怎么有的？都在观念上，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你就制造6道轮回，永远不能摆脱6道